我们所在的这一天，有上帝的祝福，就展现他的恩典。我们只会唱第1节到第4节而已哦，来，预备，来，这是崭新开始，来是崭新开始第一天，我们回顾生死向前，相信仁爱能带来医治，善心安歇，痛苦消除。第2节来，靠主耶稣救赎的功劳，圣灵大能及时领导，借着你我从世界变好，信心盼望重新建造。好啊，这个唱到第4节的时候，是声音最后结束是在上面的音了哈，所以我们来唱一次这个第4节，哈，我们来唱一次，那个上面的音哈，我们注意一下这个音阶的变化了哈。来，第4节，预备，来。永活基督领我们向前，见证仁爱，分享经验，这是崭新开始的一天，上主更新，万物改变。对。那我们只唱到第4节，这首歌只唱到第4节就好。我们一起翻开新圣诗的575首，575首。来，我们来从头第1节来试试看了哈。来，预备，来。耶稣呼召我走天路，领我向前，日益进步。无论遭遇任何困苦，救主耶稣时刻保护。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全能双手时刻保护，我要尽心跟主脚步，你必亲自使我眷顾。愿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我们再来翻开圣诗最后一首635首。这首歌我们不要唱太快，那是一个祷告的歌，所以透过这首祷告的歌，事实上是一个主导文祷告的歌。我们求主的旨意就在我们所在的地上，真有上帝的旨意临在。那我们来吟唱一下，如果会唱这个第3部或第4部的，就可以回应了哈。来，愿主预备，预备来。愿主旨意行在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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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旨意行在地上。我们吟唱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是带着盼望的信心哦。愿主旨意临在地上，所以全首歌大概就从头到尾就是这样吟唱。所以我们所以这是一个祷告的歌，祷告，但是是愿望、期待。那因此我们再来唱一次。那这首歌我们最后会吟唱2次，好，我们最后会吟唱2次。那我们一起来再从头来唱一次，好，来。
行在地上，愿主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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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在地上。我们安静心来预备早上11点的这场礼拜。敬拜时间已到，请会众一同预备心，请奏乐。神是灵，凡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里是神的殿，也是我们献上祷告和赞美的殿。让我们一同唱圣诗第177首，这是崭新开始的一天。圣诗第177首，这是崭新开始的一天。会众请起立，我们唱1到4节。这是崭新开始的一天，我们回顾神事向前，相信仁爱能带来医治，身心安歇，痛苦消除。靠主耶稣救赎的功劳，神灵大能启示领导，借着你我使世界变好，信心盼望重新建造。靠主胜利，我们心坚定，勇敢走出往日困境，失望追过，忧伤渐流离，寻找新路，发现意义。用火基督领我们向前，见证仁爱，分享经验。这是崭新开始的一天，上主更新，万物改变。
然站立，我们一同用使徒信经告白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多比拉丢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请坐。我们一同翻开启应文第41篇，在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41篇也是以赛亚书第9章。兄姐翻到由我来起，兄姐来应。启应文第41篇。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上主啊，你赐给他们极大的喜乐。他们的喜乐正像人在收割农作物，正像你从前粉碎米甸的军队一样，扭断了抽打他们的鞭子，侵略者的靴子染满血迹的战衣。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他要来统治我们。奇妙的导师，永恒的父亲，他的王权继续增长。他要做大卫的保卫，他以公平正义为统治的基础。我们一起，上主万军的统帅决意要成就这一切。我们一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赐给我们的今日，使会众一起来在各个地方敬拜你。在你的主日，我们一同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我们看见你赐下丰富的恩典在教会及弟兄姐妹身上。我们首先要将这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因为你创造万有，又使我们从万民中被拣选出来，成为你的子民。愿天父在这疫情严重的时候怜悯这地，带来盼望和医治，也让我们仰望依赖你成为我们的拯救。愿你赐下智慧，在各地执政者当中带领人民来度过这次的疫情，也看顾保守在前线辛苦的医疗人员，带领所有人打这场仗，跟病毒的仗，使你的旨意成就。也求主赐福我们桃园教会，带领教会往前走，让我们学习成为爱的榜样，彼此合一，成为福音见证的出口，在主里成为新造的人，新造的教会，来回应你的呼召。在这地为了你的名的缘故，多多领人得救，宣扬你奇妙的大爱。求你特别恩膏今天吴夫人牧师的口，让他带来的今天宝贵的信息，使说的跟听的都得益处。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的祷告，阿们。我们一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1章27到32节。路加福音第11章27到32节，和合本新约圣经第98页。路加福音第11章27到32节，由我来攻读。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约拿怎么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机，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机。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接下来由吴夫人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求神机的人。大家平安。不论你在哪里，即使是在线上，如果你身边有弟兄姐妹，有你的好朋友或家人，请你跟你旁边、前面、后面的弟兄姐妹说，很开心你在这里。愿上帝保守，让你在这一场礼拜当中听见他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开我们的耳朵，听见你要对我们所说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撒旦，这是一个灵界的存有。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它其实已经存在很久。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跟敌对，就是抵挡、对头是一样的。所以撒旦，我们只要看到撒旦，大概就想到他就是抵挡或对头。在圣经中，他曾被列在上帝的众子当中，因此有人说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但却又是天庭的控诉者，他被视为人的对头。换言之，基督徒相信撒旦是一股强大、持续影响这个世界、违背上帝心意的力量。上帝没有保证，当我们跟随他不会有挣扎。事实上，从过去的历史，我们都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在上帝的道路上做最多的人，他们都要经历更多与撒旦对抗的历程。就连耶稣都要跟撒旦对抗，何况我们呢？然而，何谓试探？什么叫试探？我们不会受诱惑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所以换言之，什么叫试探？试探就是我们能力所及的事，但我们不会去做它。所以，当我们能力越大，试探就越大。真正常见的试探，其实都是一种喊价。什么叫喊价？换言之，当我们看到手机里面跳出来广告，或电视里面跳出来广告说这个周年庆的广告，这么便宜，我口袋里面的钱1/10就买得了它，那就叫做试探，对吧？那就叫试探。怎么能不买呢？因为那么便宜。所以就像是伊甸园里面的蛇，他不是问人说，你想成为魔鬼吗？他是问人说，你想成为上帝吗？所以是喊价哦。试探其实是一种喊价，就好像主耶稣第一次受试探，马可福音第1章13节是这样说的。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起，且有天使来侍候他。马可告诉我们，当主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有3个同伴。我的新约老师董俊南牧师，他幽默的比喻说，这就好像是耶稣在旷野当中，就好像是乒乓球或羽毛球的双打。那双打，我们看经文就知道，这叫双打，对不对？这个野兽是看得见的危险，对不对？野兽是看得见危险，
但我们深信与野兽在一起的是谁？是撒旦啊，那叫做看不见的力量。那耶稣呢？看得见的人，但看不见的是什么？天使。所以他们是双打。这同时也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往往也是如此，有看得见的那一个危险，以及那看不见的力量在掌握跟操控着。路加更描述，并且也更清楚地呈现，原来撒旦打过来那3球是哪3球啊？那撒旦的危险哪3球？路加福音第4章第3节是这样说的，一起来读这段经节。来，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叫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好，前一段，其实我们读那个路加福音第4章的前一段，耶稣受洗的，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上帝才宣告说他是上主之子啊，所以他是上帝的儿子啊。那下一刻，挑战马上就来。虽然耶稣饿了，但他却这样说。路加福音第4章第4节，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换言之，耶稣不是说自己不饿哦。在这里的回应是，耶稣也没有说自己不需要，没有需要，但他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相信上帝会供应。人活着不只是食物而已，更要紧的是，我们相信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会供应。就好像他教我们的祷告是这样说的：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同时，什么叫做上帝的作为？神迹啊！神迹不是用来证明我是谁，不是用来证明我自己，因为神迹不是魔术，魔术才会让大家看到很炫奇，说那个，但是神迹不是啊。接着，撒旦把耶稣带到高山，应允他说，只要拜他，就把天下他眼睛所看到天下万国的一切权柄荣华都给耶稣。这其实是一个政治性的试探。什么叫政治性的试探？我们只要看到权力，就知道那其实是个政治性的试探。耶稣引述了《申命记》第6章13节，这样回应着。路加福音第4章第8节，一起来读这样经节。来，经上记着，要拜主你的上帝，唯独侍奉他。换句话说，耶稣没有否定或否认这个世上某些权柄的确或许在撒旦的手中，对，撒旦拥有一定的权柄跟权势，但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可敬拜这些权柄或权势，我们敬拜唯独上帝。最后的试探其实是非常明显，叫做宗教性的，因为耶稣被带到圣殿的上面。我们要知道，圣殿的上面有一个特殊意义，因为犹太人每次节期的时候，都会有祭司在上面吹角，来告诉大家说：“这个节期到了哦，安息日到了哦。”都会有祭司在那边吹角，所以站在圣殿的上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就是人们会看见并且知道有人在那里。然后撒旦说，引用上帝的话，要耶稣从圣殿一跃而下，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因为上帝的话就这样告诉他说：“你跳下来就上帝会派天使保护你啊。”而耶稣是怎么回答的？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我们读到，其实上帝也引用，撒旦也引用上帝的话，圣经，这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在台上讲道的人，
以及在台下听到的人，都要很敏感。我们要敏感地察觉到，是不是很恰当的使用圣经？这其中其实有非常巨大的差别。而魔鬼听到这个耶稣的回应之后，他就悻然地离开了。然而路加却留下了伏笔。路加福音第4章13节说，一起来读这段经节来。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离开耶稣，在等时机。换句话说，在耶稣的生涯里面，魔鬼一直在等待时机。就好像这个时候，当耶稣赶出了一个哑巴鬼，其中有一群众的反应，就是路加福音第11章16节。一起来读这段经节来。又有人试探耶稣，要他显个来自天上的神迹。我们要知道，一个人求神迹的动机很复杂。我们真的见证到神迹，我们就会心悦诚服吗？不一定吧，不一定哦。路加福音11章29节，我们读到接下来的描述。一起来读今天经文的这个描述哈，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11章29节，一起来读来。当众人越来越拥挤的时候，耶稣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耶稣告诉我们，对那些不信的人来说，再大的神迹也没有用。因为当埃及全地发生灾难，第3灾发生的时候，出埃及记第8章19节，这些术士就对法老说：“这是上帝的手指。”这是原文哦，原文是手指的意思。好，这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这是上帝全能可以到的地方，而这是上帝做得到，我们做不到，人做不到的事。而当术士认出这是上帝做得到，人做不到的时候，这就叫做神迹的意思。了解哦？这就是神迹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换言之，当人认出这是上帝的记号，上帝所做的，那我们才真正见到神迹。所以，即使眼见天地异象、瘟疫、赶鬼，我要告诉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都可能是一时的现象。因此，如心印像法老、像耶稣身边的群众，或是我们，即便当场见证了，法老有没有看到这些灾祸？眼睛有没有看到？有啊，但他不信啊。如果心印，那看到再大的神迹也没用。不是吗？即使当场见证，也无法真正辨认得出来。因此，耶稣当群众聚集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人求看神迹、寻求征兆，是代表一个邪恶的世代。这正是不顺服、违逆的记号。就好像当初那一群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上帝已经每天施行神迹啊！上帝每天用火柱、云柱在前面领他们走，每一天赐下食物，在前面引导，日日供应。但他们有没有看作这是神迹啊？他们有没有看作这是上帝的作为？他们已经在上帝的作为里面了，他们已经在这神迹里面，但他们还是不满足，不是吗？这群以色列百姓没有满足过，后来他们就觉得，这是你该做的啊，这是上帝你该给我的啊。换言之，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一件事：神迹很少唤起我们信仰的觉醒，相反的，有时候神迹反而让人产生好奇、争论与对征兆的欲望。
所以，什么叫真正的神迹？耶稣说，只有约拿的神迹才叫做神迹，只有约拿的神迹。路加福音11章30节，接下去是这样说，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为神迹。约拿走进的是一座需要3天才走得完的大城，然后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如果有读约拿记的人就知道，他只走1天，这是3天才走得完。然后呢，他只做了5个字的祷告，原文只有5个字，但是中文翻译比较冗长，叫做在40天后，你们将被毁灭。40天后，这城必倾覆。这就有点像这个，我们开车到山上，有时候会遇到那个电线杆上留下来那个天国近了。通常我们看到这个就触我眉头所以约拿的信息是这样而已约拿信息就5个字，然后他说的是40天后你们会毁灭，这城会倾覆，然后他只走1天。换言之，先知的行动跟言说代表他多不情愿，是上帝要我做的，我实在是不情愿来告诉你们这件事。耶稣接着这样说，路加福音11章31节到32节，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在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人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啊，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在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比约拿更大的在这里。然而，即便这么不情愿的先知讲道，他却被尼尼微人的城的人听见了。这代表什么？听见，并且他们全城从上到下，从王到家禽，他们都展开了悔改的行动。这表示这一个改变不是出自于人。约拿有很厉害吗？没有，他讲到没有很厉害，不是出自于人。这个改变被听见这件事情是出自上帝。同样的，南方女王从地极来到耶路撒冷，只为听所罗门王口中所出上帝智慧的话。若不是上帝，尼尼微城的人，南方的女王怎能听见来做出改变？换言之，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神迹？神迹就是上帝正在我们当中进行的改变，而我们认出来了，这是上帝的作为，不是出于人。这是上帝的作为，我们真实的看见了，这才叫做神迹。而当我们认出来之后，我们更要全心去相信，原来上帝不是远远的在天上，他其实正参与在我们生活当中，而这正是上帝的记号跟作为。当我们认出耶稣是上帝要在这个世代以及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跟作为的记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讲道跟医治里面来认出，原来主就是那位比王、比先知更大的那位。如果我们认得出来，那我们就得到真正的福气。就好像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发生的事件，路加福音11章27节，一起来读这个经节，一起来读来。耶稣正说这些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高声对他说：“怀你胎，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的讲道跟医治招来的并非都是恶毒的
污蔑或抹黑，或者是那些求神迹的试探。这女人的呐喊，正是听见耶稣讲道时候的喜乐所导致的。她高声赞扬生养耶稣的母亲。然而耶稣怎么回应？一起来读28节，一起来读来。耶稣却说：更有福的是听上帝的道而遵守的人。耶稣提醒我们，在旧约当中，上主老早就为他的百姓赐下一个小帽的这个信仰传统。什么叫小帽？申命记第6章第4节到第5节，正是这一段教训的开始。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这段经文正在告诉我们，他在对所有上帝的百姓，以色列就是上帝的百姓，他在对所有上帝的百姓说：我们要听到。当我们听到，我们明白了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立约，那么就要像这一份信仰传统里面，将这份爱上帝的心展现出来。怎么爱上帝？那就是在我们生命的个人里面祷告与读经，而爱上帝同时也展露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因为一个父母亲的信仰会在生活当中很自然的流露出来，就好像有人说，一起祷告的家庭它不会破碎。虽然我们不像过去的犹太人，将上帝的话系在他的手上，绑在他的额头上，但我们的心却需要系住上主的话，因为我们在生活里面经常需要表明我们的立场。如果有人拿烟，就随口递给你，说来抽一支吧。有时候当在学校里面考试的时候，你的朋友会跟你讲，借我看一下，又何妨？或者我们上网路就有一个讯息跑出来，说点一下我，就可以下载免费的影片跟音乐。或者要我们在顺从社会潮流、同流合污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那些选择的当下，我们都需要系住上主的话，我们都需要绑住上帝的话，而不止如此，对上帝的爱与顺服，需要在我们的生活的社区当中分享。上帝提醒过去的以色列人，把他的话就挂在门框，放在城门上。因此，一个真正听到的人，他会在生活当中因着怜悯去爱、去医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做，上帝改变的时候，我们才认出，原来这叫做真正的神迹。就好像耶稣向这人向我们宣告，这就是我的立场。我的立场就是听而行的人，认出原来这是上帝的作为，如此做就能得到上帝的赞赏，耶稣的赞赏，得到那真正的福。1997年有一部电影，中文翻译起来叫做《魔鬼代言人》。这在描述一位年轻有为的律师，叫做 Kevin。Kevin 是一位从未输过官司的律师。我想有律师在我们现场，我们就知道这是多困难的一件事。从未输过，在他的生涯里面没有输过。他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家庭生活亲密恩爱，一切幸福完美。然而这时候，有一间在纽约的律师事务所邀请 Kevin 去成为他们的合伙人。老板 John 就带着 Kevin 去到那个大楼的顶楼，要他往下看，
就看着纽约的那个五光十色的那个街景跟大楼，然后应许他，这个世界名利、权位、成功都等着你。然而，当他进到这个律师事务所之后，排山倒海的诱惑跟试炼也等着他。Kevin 为了维持他不败的记录，他泯灭了良心，做出违背这个辩论当中需要谨守的本分。然而事业上的成功让他一直获胜，但事业上的成功却让他忽略了妻子。他的妻子叫玛丽安，玛丽安精神逐渐衰弱，最后自杀。当 Kevin 回到家里，发现了他的太太自杀死在家里的时候，这时他才发现，原来他失去真正的幸福。于是他就跑到 John 他的这个 office 的老板的面前质问：“你究竟是谁？” John 回答说：“我的名字太多了。” Kevin 带着怀疑、不确定的语气就说：“你是撒旦。” Kevin 这时才想起妻子曾经说过的话，但那时他不信，对着 John 说：“你毁掉玛丽安，因为他认识你。”撒旦立刻否认：“不好意思，毁掉你妻子的不是我，而是你。你有很多机会，他只需要你的爱，而你太忙了。” Kevin 说：“你说谎。”撒旦直接指出 Kevin 心中的罪，承认吧，你一来到这个地方，你就想找到一个配得上你的女人。他说他心中那个孝兄律师事务所里面最美丽的那个律师。他又不客气地说，你在接案的时候那些违法作假的事。Kevin 气急败坏地否认：“你是骗子啊，这都是你的主意。”撒旦再次提醒他：“我曾经这样说过，你也该输一次了，是你不服气。”听见这话的 Kevin 大声地怒吼说：“输？我可没输过啊，我只会赢，因为我是律师，这是我的工作。”于是撒旦下了结论：“我无话可说了，骄傲，这是我最爱的原罪。”一向自视甚高的 Kevin 此时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他终于看见自己丑陋的本相，那骄傲跟自私自利的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一向对许多教会举办医治特会感到不安，因为这必会招聚许多需要医治的人。然而，谁能保证上帝就在此时此刻施行医治呢？是这个牧师吗？是这个主持特会的牧者讲员吗？他能控制上帝说你在这个时候就医治他吗？那你要证明的是你自己还是上帝呢？即使少数人在特会中得着医治，但多数人却要失望而归。那些上帝使用有医治恩赐的人，难道不知道在圣经里面，耶稣每一次医治并没有要人用相信来交换吗？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从未要人用相信来交换。他医治人从不需要召开一个特会，要群众大家一起见证才医治。相反的，在圣经里面，他更常吩咐的是，他医治之后不要告诉别人。他施行医治，主施行医治只有一个标准，一个条件，那就是上帝的怜悯。当人讨着要见神迹的时候，
他却斥责说，只有邪恶的世代才会求看神迹。而耶稣的话，其实就像直接指责的我们这个世代，人们不愿听到，只爱看炫奇的现象与表演，只想用神迹来证明教会是真的，上帝是真的。但真的有神迹奇事出现了，人们却看不到，这才是最大的悲哀啊！因此，教会为了回应时代的需要，充满了各种千奇百怪的现象，先知预言、医治特会、方言祷告，甚至前一阵子还流行去元宇宙传福音。提摩太凯勒牧师这样说：为什么有人知道福音，但生命没有改变呢？因为他们认为上帝的赦免不过是一件很轻易可以做到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撒旦给耶稣的试探，就是施行神迹吧，来证明你是谁。这也是撒旦给今日的教会最大的诱惑。上帝已经给你权柄了，来吧，你这样做可以证明你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再没有神迹比约拿的神迹更大了。倘若我们不想听见，照这样去行，只想见证神奇的神迹，不愿做出生命的改变，只想走素食路线，那我们只不过是另一个在主耶稣口中那邪恶的世代而已。保罗是这样说的，一起来读罗马书第8章20节到21节，一起来读这段经节。来，因为受造之物屈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而是因那使他屈服的，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从败坏的辖制下得释放，得享上帝儿女荣耀的自由。要如何从虚空败坏的辖制下得着释放呢？要如何从威胁这个世界的瘟疫当中得着医治呢？ Wright 这位新约学者是这样说的，他说，为了拯救世界，上主以他儿子的位格降临，把罪的重担放在自己身上。他以圣灵的位格降临，在教会中，在这个世界饱受痛苦的地方叹息。这就是上帝如何通过这些生产的痛苦，从目前世界上恐怖羞耻的状态走向救赎之路。这是那应许给我们全新的创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若愿意听见并照这样行，上帝的话就会应许我们，我们会摆脱撒旦与世上虚空的捆绑，得到真正荣耀的自由。而这就是信靠他的人最重要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不幸。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都是小信的人，我们常常半信半疑，因此求主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真实看见，原来在这世上有我们看得见的危险，但那背后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抗拒着你。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听见上帝你的话语，并且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深信，当我们软弱痛苦的时候，圣灵会与我们同在，会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邪恶的世代。求主帮助我们打开眼睛，看见你的作为。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让我们一同唱回应诗圣诗第575首。耶稣呼召我走天路，圣诗第575首。请会众起立，我们一同唱全首4节。耶稣呼召我走天路，领我向前日益进步。无论遭遇任何困苦，救主耶稣时刻保护。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全能双手时刻保护。我要尽心跟主脚步，你的亲自慈恩眷顾。我的深渊暗藏危机，我举一点倔强美的，我与怒涛，我主并肩，你必同在一路引领。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全能双手时刻保护。我要尽心跟主脚步，你必亲自慈恩眷顾。我伸双手紧握耶稣，无怨无悔，不再有苦。我不仅于高云途经，有你眷顾中的宁静。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全能双手时刻保护。我要尽心跟主脚步，你必亲自慈恩眷顾。走完劳碌人生旅程，靠主恩典凯旋得胜，失望险逃虽然可怖，救主令我安然横渡。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全能双手时刻保护。我要尽心跟主脚步，你必亲自慈恩眷顾。会众请坐。接下来我们一同奉献，请刘泰山及陈伯言2位执事施献。奉献是基督徒的责任，为的是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荣耀上帝，也使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若会众中有不明白奉献意义者，可不必奉献。奉献时，请唱奉献的诗歌。
再来是报告，在报告前，我们先念今天的金句，这记载在周报的前页。我们来念2次，我来读1遍，请会众读2遍。今天的金句：因为受造之物屈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而是因那使他屈服的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从败坏的辖制下得释放，得享上帝儿女荣耀的自由。罗马书第8章第20到21节，会众一同起。因为受造之物屈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而是因那使他屈服的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从败坏的辖制下得释放，得享上帝儿女荣耀的自由。罗马书第8章20到21节。因为受造之物屈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而是因那使他屈服的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从败坏的辖制下得释放，得享上帝儿女荣耀的自由。罗马书第8章第20到21节。请兄姐们翻开周报，各团契聚会跟奉献明细请参阅。因为7月份开始是我们新的聚会时间，所以在聚会的小组跟地点时间上面多所有跟以往不同的地方，请各个参与小组的同工以及各个会友们都仔细注意一下这新修订的时间跟聚会的地点。那我们各聚会的这个聚会的时间，请参阅之后，奉献的明细也请参考。若有疑问或需要订正的地方，都请假场职或是我们的干事来更正。请翻到周报内页的消息报告。本主日7月份开始职月的长职是长老于继平长老，执事是简秀柱以及赖建义执事。今天礼拜后701会议室会召开定期的长职会，请长职出席，后续开小会。本日也开始发放2023年长职的预选票，请在籍会员到礼拜堂外面都可以领取。再来7月份开始主日礼拜调整的时间，第一场台语场9点，跟第二场华语场11点。主日礼拜跟聚会的课程时间表，请大家参阅，因为有多所跟过去有所不同的地方请大家务必注意。教会消息上面，7月到9月份新眼光，已经到了，请兄姐到办公室领取。社区校团契的聚会时间有修订到晚上6点到每周六晚上7点。那松年团契因为疫情的关系，7月份暂停。信仰造就班的晋升课程是在7月10号开始，从第2堂礼拜结束后恢复上课。这边也公布台湾教会团购平安园第4区78单位的募穴收费标准，请各位兄姐们参考。肢体消息上面，本会黄文正弟兄的父亲黄荣信长老于6月29日在住宅举行告别礼拜，请继续为遗族关心代祷。以及本会宋济堂干事的太太王诗丽姐妹于7月12日在台北荣总进行甲状腺切除手术，请兄姐们也为其手术顺利来代祷。再来恭喜神学生林世杰夫妇抽签派往新竹中会苗栗三角教会服侍，也愿神赐福他们接下来的服侍也都顺利平安。教界消息上面，新竹中会会在本会举行82届的第3次议会。互助社理监会在7月10号12点在701室召开，请理监事出席参加。以上代祷事项也请各位兄姐们一起代祷。那我们请牧师有补充介绍的地方。我来补充报告。今天其实简成长老的女儿，她还是有孙子对吧那我们请她站起来她应该来过，但是很久没有在我们当中了所以我们欢迎他们在我们当中，我们掌声欢迎欢迎你们，平安。平安，请坐。是不是有我没有介绍到的弟兄姐妹？
在场？啊，没关系哦，那个我们都有一段时间，至少几天，或者是一个礼拜，或者是等等，每一天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所以要记得跟你所爱的人打招呼，跟他说：上帝爱你，我也爱你。愿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待会在平安里的时候彼此问安。今天是我们教会第一次在华语礼拜的时间改到11点，唯独每个月的第一周会是用这样的形式来进行，第2周开始，大概都是用敬拜团来带领礼拜的过程，所以在这里我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慢慢习惯来参加第2场礼拜，那第2场礼拜的第2周开始，其实比较不是传统礼拜，我们大概之后每个月只有1次会是传统礼拜的形式，而第2周开始就会用敬拜团来主领，来带领我们整个会堂的敬拜。愿上帝使用这场礼拜，使的年轻人在2楼比较多年轻人哈，那年轻人以及所有一起参与敬拜的人，在这场礼拜当中都可以得着丰盛的祝福跟恩典。那同时也在这里跟大家讲，我们从这个月开始，我们的小组也做出了调整。我们目前还欠缺许多的小组长，所以我要特别邀请，在这里特别邀请，如果我们有心可以来建立小组，成为小组的带领者，那我要特别邀请大家能够来建立小组。那就好像我们当中的贾珍长老一样哈，我就有开口跟他讲了哈，但是还没有听到回应，所以我们再说。愿上帝恩典帮助，让我们真能得到上帝的祝福跟恩典。这是第2件事。第3件事情，我要特别邀请大家，为了年轻人在7月份跟8月份的夏季学校，以及这个8月份在三民教会的福音队，我们要特别为他们祷告。愿上帝保守，让他们在这2个服事当中，我们的年轻人愿意去服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同时，求上帝保守，让夏季学校举行的期间，以及在福音队进行的当中，都能得着祝福跟上帝的恩典。同时，我们在8月份，他们将会第一次进到，也不是第一次，过去曾经有过，但是非常久没有去了，所以鼓励他们在三民教会可以带祝福去到三民教会的这个社区。愿上帝的恩典不只祝福我们，也可以祝福我们的姐妹教会。那当然欢迎在场如果有家中有孩子的，欢迎来报名夏季学校。现在应该还可以了哈。我们第2周之后，现在还是已经关了，不行了。上面已经跟我讲不行了啊，好，不行了啊，好，愿上帝的恩典帮助扶持。谢谢牧师。我们一同会从唱颂荣的诗歌圣诗第635首，愿主旨意行在地上。我们唱2遍，颂荣后有请吴牧师来祝祷。请会众起立。愿主旨意行在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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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旨意行在地上。再次来，
愿主旨意行在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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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旨意行在地上。愿上帝那无比的爱，主耶稣拯救大能，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同行，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门。阿门。请坐。殿乐默祷。兄姐们，互行平安礼。耶稣爱你，愿你平安。